现代第一版圣经《民数记》第29章，新年著献的节，7月初1，恁著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这是恁分扫角的日，恁著献芳芳的烧化祭予上主，就是献无瑕疵的一只牛公仔，一只绵羊犅，7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素祭的时，著用超油的幼米粉，一只牛犅配合3公斤，一只绵羊犅配合2公斤。迄7只绵羊犅仔，逐只配合1公斤。搁著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甲恁赎罪。除了逐个月初1的烧化祭，甲做伙献的素祭，以及逐日著献的烧化祭甲素祭，以及照规例献的奠酒祭以外，以上遐个拢著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赎罪日著献的祭，7月初10，恁著举行圣会，刻苦禁食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著献芳芳的烧化祭予上主，就是无瑕疵的一只牛公仔，一只绵羊犅，甲7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素祭的时，著用超油的幼米粉；献牛犅的时，著配合3公斤；献绵羊犅的时，著配合2公斤；献迄7只绵羊犅仔的时，逐只著配合1公斤。搁著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赎罪祭逐日献的烧化祭甲素祭，以及奠酒祭以外著献的祭。大了节著献的祭，7月15，恁著举行圣会，敬拜上主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7日久守节庆祝，恁著献烧化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，就是献无瑕疵的13只牛公仔，2只绵羊犅，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13只牛公仔的时，逐只著配合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；献2只绵羊犅的时，逐只著配合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；献14只绵羊犅仔的时，逐只著配合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。搁著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著献的祭。第2日著献无瑕疵的12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著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。搁著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著献的祭。第3日著献无瑕疵的11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著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。搁著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著献的祭。第4日著献无瑕疵的10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著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。搁著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著献的祭。第5日著献无瑕疵的9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著照数目甲规例献素祭甲奠酒祭。搁著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，这个是逐日献的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以外著献的祭。第6日著献无瑕疵的8只牛公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公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
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数字甲电酒制，搁着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制。这个是逐日献的烧法制、素制甲电酒制以外着献的制。第7日着献无下厨的7只牛犅仔、2只绵羊犅、14只一岁的绵羊犅仔。献牛犅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制甲电酒制，搁着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制。这个是逐日献的烧法制、素制甲电酒制以外着献的制。第8日，恁着举行严肃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着献无下厨的一只牛犅仔、一只绵羊犅、7只一岁的绵羊犅仔，用火烧做香香的烧法制献互上主。献牛犅仔、绵羊犅甲绵羊犅仔的时，嘛着照数目甲规例献素制甲电酒制，搁着献一只山羊犅做赎罪制。这个是逐日献的烧法制、素制甲电酒制以外着献的制。以上这个烧法制、素制、电酒制甲平安制，恁着伫所定的节期献互上主。这是恁出自所下的愿甲甘心献的以外所着献的。摩西就拢照上主的命令吩咐以色列人。